Hello， 各位馬迷朋友，大家好，我係第一 T 團隊嘅負責人華仔。咁欣賞我哋、中意我哋呢條片嘅朋友呢，俾個手指公讚一讚我哋啦，分享同埋訂閱嘅時候呢，拍檔記得撳埋隔離個鐘仔，咁我哋一有新片呢，就即刻通知到你噶啦。舉手之勞喺度呢，感激大家先，多謝大家。咁有興趣想加入賽馬方程式做會員嘅朋友呢，你一路睇落去喺片尾呢，亦都有加入嘅方法嘅。咁呢條片呢就係排位推介啦，咁我會呢喺呢條片度呢就揀咗兩隻馬膽嚟緊星期三晚發育谷嘅賽事，咁就喺呢度呢就推介俾大家做參考，咁就希望幫到大家手啦。咁就未講之前呢，就同大家重溫翻啱啱星期日我哋賽馬方程式嘅成績啦。咁就頻道上面推介嘅其中一場重心場次，咁就推介咗條單棍啦，就用呢隻嘅嘉應晉升就拖翻呢隻嘅天下寵兒，結果天下寵兒就跑第二啦，但係隻嘉應晉升呢，就因為賽後驗到呢就有喘鳴啊。咁就都冇計啦，咁隻馬有事，健康有事啦，跑唔出水準，咁就條單棍呢就泡咗湯啦。咁但係呢，第六場賽事都係我哋其中一場重心嚟嘅，用5號嘅超力量做膽啦，咁就叫做呢單式馬膽2、3重彩呢都中晒噶啦。另外呢，亦都呢就射翻落去呢尾場嘅賽事，用翻呢隻嘅不同世界，咁呢亦都係啦，單式馬膽2、3重彩呢亦都係中晒噶啦。咁就叫做呢4場重心，頻道上面嗰場中唔到啦。另外呢3場呢亦都叫做中到2場。咁嚟緊啦，星期三晚呢就有9場賽事啦。咁呢條排位推介嘅片呢，揀咗兩隻馬膽嘅，咁就今次呢都有啲信心噶。嗱，即刻睇翻我揀咗邊兩隻馬膽推介俾大家做參考先。咁都係一樣啦，咁中意我哋呢條片嘅朋友呢，記得撳一撳手指公，讚一讚我哋啦。咁就有500個 like 或以上嘅話呢，咁聽日嗰條真飛推介呢，我哋會照版煮碗呢條真飛會掟出嚟呢，就俾大家做參考嘅。咁就有少少預告啦，咁呢就係呢，聽日呢唔單止有2重彩啊、連人位呢咁樣投注俾大家做參考噶啦，亦都呢會有條4連環嘅。咁大家都知道啦，我哋賽馬方程式呢，單 T 同埋4連環個命中率呢係最高啊，所以呢，大家呢如果唔想錯過嘅話呢，記得撳一撳手指公讚一讚我哋啦，咁就有500個 like 或以上嘅話呢，聽日呢就應承大家一定咧會掟呢條飛出嚟嘅。好啦，咁長話短說啦，咁我第一隻馬膽呢就揀咗第4場嘅賽事，第4場賽事，咁我哋拉到落去最底啦，撳一撳方程式運算，咁計算出嚟嘅結果行頭嘅就係呢隻8號嘅獵寶勤。嗱，今次呢都會攞翻呢隻8號獵寶勤呢做馬膽推介俾大家做參考。咁首先呢，喺總場次499啦，3月12號跑咗呢場嘅谷草1200米，咁佢係排住佢12檔喎，咁當其時係巴道騎啦，咁佢哋跑第2嘅，咁輸俾咩馬呢？輸俾紅愛社啦。咁但係呢，佢呢自己呢，你見到啦，3格呢都紅色噶啦，即係代表呢前快後快嘅情況底下呢，放咗個頭段45秒98，咁呢就比標準呢快咗0.47秒，末段23秒54，亦都比標準快咗0.01秒，結果完成時間1分09秒52啦。咁呢個1分09秒52呢，已經呢係平咗呢，係比呢個標準時間呢係快咗0.48秒。咁呢個0.48秒唔單止呢係比4班嘅標準時間快，其實呢比3班嘅標準時間呢其實都要快噶。如果輸咗俾嗰隻紅愛社，呢隻紅愛社呢就係降落嚟啦，一降落嚟4班呢即刻贏到馬啦。速程跑1650米降落4班，咁就殺咗呢隻嘅獵寶勤啦。咁跑第3嗰隻城中勇士。嗱，唔好忘記呢場賽事呢，因為係一場快步速嘅賽事呢，佢係擺喺前面走，沿途走位322啦，可以話呢，第一蝕晒快步速啦，第二蝕晒呢沿途走3-4踏咁樣啦，沿途外踏望空啦，咁排住12檔都冇計噶啦。嗱，我哋指住呢隻獵寶勤呢，撳入去望一望佢嘅績啦，咁呢就今次由巴道呢轉布文，咁佢呢就呢隻馬呢就仲未出頭嘅，咁就今季已經跑2次第2噶啦，一次就田泥1200米，另外一次呢就谷草嘅1200米，咁呢就嗱，我哋拉右邊啦，撳翻呢一個嘅賽事重播啦，睇翻啦，呢場賽事呢，佢呢個第2名呢係點樣攞到嘅？嗱，咁就好易認嘅啫，因為最外檔嗰隻12檔就係佢噶啦，深紫藍色衫呢一隻啦，咁而家喺外邊係咁執，紫藍色帽、紫藍色衫呢係7號仔，咁1、2、3、4數落去第4，而家排喺第4位嗰隻啦，就燒到上嚟呢，就而家第3位嗰隻啦，咁就可以咁講，因為1200米發育谷嘅賽事呢，一出閘就轉彎噶啦，咁就要幾蝕得幾蝕噶啦，咁就跑咗個第2呢，已經破咗好多數據噶啦，咁就仲要喺個快步速嘅情況底下啦。
咁就而家呢一路咧都被頂喺3搭啦，咁啊沿途望空啦嚇。嗱喺個裏邊4號仔呢隻放頭呢隻就係有得贏啦，咁就佢咧就冇辦法㗎啦，呢度咧就焗住啊排12檔咧就擺喺前面走咧，咁就希望咧抵消個檔位形勢啦，但係咧就攝住個步速形勢，亦都咧沿途咧係咧呢個走外搭咧沿途望空，咁就都幾難跑啊！嗱轉入直路嘅時間咧，咁佢就諗住可以掟啦後邊主馬群啦，咁就呢隻有得贏咧都仲未散㗎喎，咁但係呢度一拍上嚟咧，你見到隻獵寶勤咧呢度已經過咗出咗頭啦，過咗隻有得贏啦，咁有得贏咧都開始散㗎啦。你諗住呢隻獵寶勤開始會散嘅時間咧，出邊嗰隻紅愛社就已經咧係衝上嚟啦，兩隻馬一拍埋嘅時間一鬥咧，居然咧仲將後邊咧嗰個主馬群輕輕咁掟甩㗎，而跑第3嗰隻城中勇士咧對佢呢一對馬咧完全都冇威脅嘅，可以話呢隻城中勇士賺晒塊步速喺沿途外搭咁樣衝上嚟咧，只係攞個第3嘅啫，都輸成個馬位咧俾隻獵寶勤，而獵寶勤咧亦都輸半個馬位俾呢個頭馬紅愛社啦，咁所以咧呢個第2咧絕對唔失禮啊！咁但係今次咧有兩個咧好處，第一就係因為佢跑咗呢個第2名過終點咧，咁只係加咗1分啫，咁喺個磅位形勢上面咧，佢只係加咗2磅，咁亦都由12檔咧，今次大幅內移排住個6檔，咁呢隻馬咧不嬲咧都係主動型跑法嘅，咁排住個6檔咧就好跑好多啦。嗱，亦都指住布文呢度撳入去望一望啦，咁由巴道轉布文嘅成績又點咧？咁樣咁你就見到啦，咁今季咧其實咧由巴道轉布文嘅成績，咁黑桃火箭贏咗啦，信心已經跑第2啦，亦都有美麗第1啦，就係呢個進彩飛馳同埋呢個陽明。驕陽明區咧3隻跑第3嘅，咁你可想而知咧跑入前3名嘅比率都好高噶，咁跑入前4更加唔使講添，仲有一隻咧叫做夢幻進區咧，亦都跑第4，輸4/3個馬位嘅啫，咁就由呢個巴道轉呢個布文呢個成績都唔錯嘅，咁就入前4嘅比率咧，由上季至今呢共43隻啦，跑入前4名啊，即係足足咧有21隻，即係挨住有一半啊，都係可以跑到入前4嘅，咁所以咧膽咧位置 Q 膽或者呢個4連環膽咧，用呢一隻嘅獵寶勤做膽咧就一定冇衰啦，咁就當然啦，二重彩同埋連贏位置 Q 咧，我哋咧都會揾佢做膽行頭啊，所以第一隻馬膽就揀翻呢個獵寶勤啦。咁而第2隻馬膽呢，我哋就揀咗第6場嘅賽事啦。咁喺排位界面呢度呢，我哋拉到落去最底啦，撳一撳方程式運算。咁行頭嘅就係呢隻6號嘅星運笑着。嗱，今次呢就唔會用呢隻星運笑着做膽嘅。咁點解呢？因為呢隻星運笑着呢，呢個績呢已經係季初10月16號，舊年10月16號季初嘅績嚟㗎啦。咁呢個星運笑着呢，咁就跑下退啲，跑下退啲，咁呢就嗰個 form 呢就冇乜 form 之餘啊，仲要呢越跑越差嘅。咁就所以咧，跑完呢場賽事10月16號之後咧，咁呢隻馬咧其實咧就一路退緊啊，咁感覺上咧呢隻馬咧都係好似跑唔翻咁樣，所以咧就勉勉強強睇下咧3、4重彩會唔會拖翻佢啦？如果有賠率嘅話咧，都係啲3、4重彩腳啦。咁我諗2重彩連贏位咧都唔會拖佢噶啦。咁再數落下邊嘅就係呢隻10號嘅魔法速遞嗱，今次咧就攞翻呢隻魔法速遞做膽嘅。首先呢隻魔法速遞同呢隻星運笑着咧喺季初做呢個1分39.39，但係呢隻魔法速遞咧喺3月12號咧做咗個1分39.5咧，咁咧其實咧就只係爭呢隻星運笑着咧爭咗0.11秒咁嘟嘟嘅啫。咁而佢自己本身咧亦都係後上型咧跑咗個第2名啦。咁呢隻魔法速遞咧其實咧就指住魔法速遞望一望啦。因為咧呢隻魔法速遞咧本來咧就喺黎超星馬房啊，但係咧都轉咗馬房咧就去咗文家良馬房啦。咁喺文家良馬房咧已經跑過2次，咁啊已經咧一次跑第3，跟住咧一次係跑第2啦。咁就咧嗰個嘅名次啊，你見到一路咧咁樣遞增啦。咁呢魔法速遞咧，其實咧喺開 lead 嘅，即係喺上一季咧，咁就湯普森咧就開齋馬嚟嘅，一贏就幫呢隻馬贏咗2場噶啦。咁就贏完之後咧，去到今季咧，咁就未交到頭馬，咁啊只係咧攞咗一個第2，一個第3啦。咁就跟住咧就轉馬房啦。咁轉馬房嘅目的其實都係好容易理解啫。馬主梗係唔滿意啦，係咪啊？覺得喂咁搞錯啊咁樣，咁就轉咗馬房咧，咁就去咗文家良馬房。咁啊文家良啊醒嘅噃。繼續揾翻呢個熟手技工湯普森幫手嘅，咁就一出咧就已經咧就輸俾論能同埋呢隻非凡豪傑咧，輸個頸位嘅啫，就跑咗個第3啦。咁對上一次咧就已經係提升名次啦，輸得比較遠啲，輸2又4分1個馬位，但係輸俾隻寶城智勝。喂，呢隻寶城智勝2 win 啦，今季已經咁嚟緊呢應該咧仲有馬贏㗎，所以輸俾佢都冇辦法啦。咁所以咧今次咧仲有冇寶城智勝喺度咧？應該就冇呢啲馬喺度啦。所以咧今次咧排翻住個2檔，喂上一次排8檔都難跑㗎，但係今次
次排二檔咧就好跑啦，好跑好多啦。咁啊唔需要留到咁後啦，繼續揾翻熟手技工湯姆森幫手嘅。咁就呢隻馬咧，今次咧好大機會咧，文家良咧又爆樽噶啦嚇。咁啊呢個黎超星咧又俾人爆樽噶啦。咁你魔法速遞就係我哋第二隻揀嘅馬膽啦。嗱，希望呢兩隻馬膽都幫到大家手，亦都希望大家撳一撳手指公，讚一讚我哋，鼓勵下啦。咁就聽晚真飛推介，咁咧我哋咧就準備咗啲真飛咧就推介俾大家嘅。咁就希望咧大家星期三贏多啲啦。拜拜。如果大家有興趣想成為賽馬方程式嘅會員，方法亦都好簡單。右上角你會見到一個 PayMe 嘅 QR code， 你只需要截圖，截圖之後打開你個 PayMe， 然後撳掃描，喺右上角再撳匯入就可以讀到呢個 QR code 噶啦。我哋嘅收費而家每個賽馬天係128蚊，咁而家做緊個優惠，只需要88蚊。咁每個賽馬日你只需要幾十蚊，你就可以同我哋一齊用呢個賽馬方程式揾出重心場次同埋重心目標馬。你亦都可以透過轉數快嘅 ID 係8714818。如果你冇用開電子支付系統，亦都可以去撳機啦。戶口號碼亦都喺呢幅圖嘅下邊，你會見得到。只需要將你嘅付款記錄用 WhatsApp 或者微信傳翻俾我哋，我哋就會盡快幫你安裝。而成為會員之後，你會有更多嘅優惠。我哋亦都會將賽馬方程式計算出嚟嘅結果截圖俾你哋，等你哋可以喺坐緊車啊或者食緊飯嘅時候都可以用你部手機，好輕鬆咁樣可以去度到跑到馬。咁希望大家踴躍啲成為會員啦，多謝大家。